謝各位觀眾嚟到香港藝術中心欣賞《爆炸氣棚》第3套長壽音樂劇，亦都係香港第3套長壽音樂劇，亦都係第1套香港合家歡嘅長壽音樂劇《童話帝國》。多謝。咁《爆炸氣棚》呢一直都致力咧發展香港嘅原創廣東話音樂劇嘅。咁我哋呢一套戲嘅所有嘅佈景啊、設計、台詞、劇本啊、甚至乎歌詞咧，都係源自一個靈魂人物之手嘅。咁平時咧其實係好忙嘅，因為咧我哋今個月咧其實係有5套戲咧係同時間喺呢個月上映嘅，所以其實真係好難先至會出現到呢度。但係今日要好難得地咧，可以喺呢度出現，同大家一齊咧講一講佢嘅感想嘅。咁一事不宜遲，我哋有請我哋呢套劇嘅靈魂人物，就係集監製、導演、編劇、作曲、填詞、燈光設計、編舞於一身嘅陳欣石 Tom Chan。今日要特登翻嚟咧，因為今日有2位演員係佢哋第1場嘅演出啦。今日其實已經係《童話帝國》第42場嘅演出啦。咁好開心見到呢個戲，即係每次翻到嚟睇我都覺得好感動嘅。咁今日咧呢2位演員其實係喺1個月前我同佢哋講，喂，我俾3個幾星期你哋去 ready 過呢個 show， 因為我都希望有一啲新血去加入呢一個嘅劇組啦。咁然之後佢哋用咗3個幾禮拜嘅時間啦，自己做咗好多嘅功課、好多嘅準備咧。然之後今日就企上嚟呢個舞台去做第1場嘅演出。咁啊，俾掌聲！首先第1位 Isaac 麥樂彤。頭先就有提過啦，我哋爆炸氣棚而家同步有5個演出上演緊，而佢係佔咗4個嘅，佢係分身喺不停嘅劇場度遊走，所以佢哋個腦裏面係有4套劇本喺度。咁另一位就係啱啱演藝學院畢業嘅一位 fresh grad 啦，咁而亦都簽咗嚟我哋爆炸氣棚。我哋爆炸氣棚而家有60幾位嘅演員，咁喺我哋唔同嘅劇組嗰度做緊，咁佢都真係用咗好少嘅時間去 pick up，亦都係喺小男人周記嗰邊同步做緊其他嘅角色嘅。俾掌聲！今日第1場演出嘅Sunny啊，薛善恩。